美國政府對學界大力打壓，今日正式終止哈佛大學嘅90億元資助，同時取消對大學捐助者嘅退稅優惠。哈佛已經唔係面對呢種清算嘅首間學府，康乃爾大學同西北大學同樣被削除款項。川普嘅理由係消滅反猶主義，呢個係咪真實嘅理由呢？如果唔係，又會係乜嘢理由呢？大家好，我係主持 Titus。一星期已過，呢一集離地縱橫，我哋探討川普政府同知識分子嘅關係，甚至可能要用到毛澤東主義嚟解釋。Winter has come. OK， 今日我哋嘅嘉賓係阿 Charles 嘅，佢係洛杉磯香港論壇嘅發言人。阿 Charles 你好。Titus 你好。嗱，咁啊呢個週末我哋不約而同讀咗3篇文章啦，都喺度比較 Donald Trump 嘅政策同埋呢個毛澤東主義嘅相似之處。不過呢樣嘢我哋留翻第二節先講。喺討論兩者相似之處之前呢，我哋先問一個問題，其實就係川普政府近日對大學嘅削資潮。嗱，白宮表示咧就凍結咗10億聯邦撥款俾康乃爾大學。8億咧就俾呢個西北大學嘅。最新爭議咧就係哈佛大學名校啦。我哋錄節目之前嗰日咧，哈佛表示唔會接受 Donald Trump 政府提出嘅要求削資90億元。哈佛校長 Alan Garber 咧就發表聲明，響校內個內聯網度發表聲明就話 The university will not surrender its independence or relinquish its constitutional rights。 咁今日嘅新聞就肯定咧就係 Donald Trump 就索性削咗佢啦，真係削，而且就同一時間，如果捐款嗰間大學，你正常捐款大學會有呢個退稅噶嘛，取消呢個退稅嘅政策。嗱，Donald Trump 嘅理由係咩呢？削資嘅目的係要撲熄校內嘅反猶主義。嗱，我想先問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會用呢個理由呢？你嘅觀察係咩嘢呢？係咪嗱？因為的而且確好多支持加沙巴勒斯坦人嘅示威，咁事實上亦都另外一個旁及嘅事件，亦都係有好多親巴勒斯坦嘅學生係被拘捕啦，有啲就被驅逐出境啦，取消簽證嘅身份嚟嘅。不過呢個唔係我哋今日講嘅。但我重要嘅問題就係大學反猶主義係咪真係咁嚴重咧？大學咧其實係一個自由言論嘅社會嚟噶嘛。咁有反猶言論啦，究竟係咪反猶定係話所謂嘅反 Zionist， 即係呢個 anti-Zionist 呢一個咁樣咧？咁亦都係即係可圈可點啦。咁即係我覺得咧就係既然係一個有言論自由嘅地方，而嗰啲言論咧亦都未必一定係涉及種族歧視，而係主要係針對政府嘅政策嚟講。咁其實喺大學有一個正常辯論，有一個正反意見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咁有學生示威，亦都有學生支持以色列。咁佢哋各自喺校園嘅唔同嘅地方進行佢哋嘅活動。咁呢個亦都係無可厚非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嗱，點解可能好多人覺得話點解全部都好似係反猶太人啊、反以色列咁樣？咁可能係因為呢一啲嘅學生咧，可能比較佔多數啦。咁同埋咧，佢哋嗰個示威嘅情況咧，係傳媒係廣泛嘅報導。咁反而係支持以色列嗰啲學生嘅集會啊，或者佢哋嗰啲咁樣嘅討論啊等等嘅嘢咧，報紙就可能報導得比較少。咁可能亦都係因為嗰啲學生咧就驚可能自己驚啦，咁所以咧就冇俾傳媒知道，咁所以咧傳媒亦都冇即係擺啲時間落去報導啦。咁所以對於嗰個政治嘅睇法咧，就係好多人就以為所有嘅學校咧，其實成間學校咧個個咧都係反猶太人同埋反以色列啊咁樣。咁呢樣嘢咧就我嘅睇法咧就係其實唔係嘅，其實只不過咧就係嗰個報導就令到好多人以為呢個就係嗰個學校嘅取態。咁但係如果係一個健康嘅社會，其實大學都應該係反映一個健康嘅社會。咁喺健康嘅社會咧，就係唔同人咧係有唔
同嘅睇法，而所有人咧亦都有佢可以表達意見嘅機會。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如果係用咁樣嘅角度嚟睇咧，其實就唔可以話真係好嚴重咯嚇。即係我覺得係有學生想施壓，咁呢個其實全世界即係你喺一個民主嘅社會裏邊有示威有公開討論，其實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咯。嗱，其實咁樣睇嘅時候，我反而想問一個新嘅問題，就會係咁學校裏面支持以色列嘅示威，或者voice out以色列觀點又多唔多咧？有冇參與討論咧？又會唔會有人例如 let's say 主持一個 panel，for example 呢個其中一個可能性啫。OK， 主持一個 panel 係將支持以色列同支持巴勒斯坦人嘅兩方一齊走翻嚟，一齊討論啦咁樣樣。嗱，大學係接納唔同意見噶嘛，咪俾呢兩個唔同意見出嚟 crash 下咯。有冇呢類似嘅嘢咧？媒體嘅報導又會唔會？因為其實我感覺就係美國其實自從我諗80-90年代，其實都好耐㗎啦。80-90年代我印象中荷里活有好多講 Holocaust 嘅電影，即係講猶太大屠殺嘅電影。理論上美國人對於猶太人應該會相對比較接納。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猶太人要 voice out呢一啲佢哋嘅觀點。嗱，以色列巴勒斯坦邊個啱邊個錯，另外討論啦。但係呢一方面，佢哋應該有足夠嘅渠道去表達佢自己嘅意見㗎噃。我諗咁樣啦，好多人以為咧就係大學咧好多嘢係由行政主導，咁嗰個行政嘅部門咧就會係舉辦呢啲咁樣嘅討論會啊，或者等等嘅嘢。其實咧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大錯特錯嘅誤解嚟嘅，因為大學咧其實好多呢啲學術討論咧係由各個院系各個唔同嘅部門去處理，而大學咧其實咧盡量要做嘅嘢咧就係維持住嗰個大學嘅行政，而唔係咧係去做呢啲咁樣嘅學術活動。因為呢啲學術活動咧其實主要就係研究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即係用一個咁樣嘅角度睇咧，其實係會由例如歷史系啊、政治系啊或者社會學系啊等等嘅唔同嘅學系咧去搞呢一啲咁樣嘅討論。咁通常咧，如果佢哋搞呢啲咁嘅討論咧，通常咧就一定會係兩邊嘅人咧都會邀請，而達到呢一個係平衡聲音嘅做法嘅。咁但係究竟有幾多學系即係喺呢啲咁嘅風頭火勢會搞咧？因為其實大家咧都係你話討論還討論，但係咧你一作呢啲公開討論咧，個問題咧就係會有好多嘅人咧係唔明白大學嗰個討論咧係要有一個正反而同埋一個理性嘅討論，而咧佢會走出嚟去搗亂。咁呢啲咧，我亦都係喺我自己嘅學校咧，喺10幾年前咧亦都見過，就係有一個巴勒斯坦人嚟講佢自己嗰個古仔，咁亦都係受到呢個一啲以色列嘅支持者咧去騷擾咁樣嘅。咁所以咧好多學校咧其實都係唔敢做呢一樣嘢嘅。咁我哋嗰個咧，其實已經係10幾年前嘅事。當時咧，其實以巴嗰個關係咧，其實唔係咁緊張。咁而且咧，嗰個講者咧，其實都係只係講幾件事咁樣。咁其實都受到人嘅騷擾。咁所以其實我哋都知道，以巴問題其實已經係纏繞住國際嗰個政治咧，已經係幾十年啦。咁我相信咧就係喺風頭火勢嘅時候，好多學校都唔敢做呢一樣嘢，因為驚咧係會搞出事。咁就算佢哋作出討論咧，都可能係會作一個閉門嘅討論。咁係只係俾學者，即係大家咧都知道咧，其實係只係作一個討論，而唔會開放俾公眾去參與咁樣。嗱，咁即係換句話嚟講，講翻你頭先嗰樣嘢嘅時候，即係個別學系去作出研討嘅啫。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其實大學響主要係個權限都係喺行政上面，其實佢好難去撲熄所謂，即係好似 Donald Trump 話齋撲熄所謂反猶主義喎。你 cut 咗佢 budget， 佢都唔會幫你做呢樣嘢噶啦，因為呢個唔係佢權限啊嘛。咁 Donald Trump 點解仲要向大學施壓，要撲熄所謂反猶主義咧？會唔會其實係呢個只係藉口？係我諗咧，其實未必一定咧係只係針對呢個反猶主義。呢一樣嘢咧，其實針對大學呢一樣嘢咧，喺右派方面咧，其實已經係做咗。我諗至少
20年都至少有10年㗎啦。咁啊，咁咧佢哋即係最近嗰幾屆選舉咧，都話咧就係、大學咧係一個自由派嘅基地啊，咁好多學生咧讀完出嚟咧就全部變晒自由派，全部變晒左傾啊咁樣，咁就佢哋覺得咧大學咧就冇宣傳佢哋右派嘅價值咁樣，咁但係咧就即係呢樣嘢好難講嘅，因為咧其實有好多嘅研究咧，其實顯示過咧就係、大學生咧。如果佢哋係入嚟大學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抱住一個傾左或者傾右嘅姿態咧，佢哋讀完書之後咧，讀完4年大學咧，其實咧嗰個心態咧係冇乜直接嘅改變嘅。但係咧就係大學嗰個教育咧，嚟 train 佢哋嗰個所謂叫 critical thinking 啦，咁其實咧只係令到咧嗰啲大學生咧係會更加係強化咗自己嗰個本身嘅理念。咁例如我喺大學咧，我其實同事裏邊咧有支持民主黨，有支持共和黨，有唔理政治嘅人。咁你話哇，點解大學教授都可以唔理政治嘅？咁我話俾你聽，讀科學嘅10個有9個咧，其實都係唔係好想理。咁啊，因為大家都係做嗰啲嘢，全部同政治冇關嘅。咁樣諗下，你做量子力學咁樣，咁你關政治乜鬼事咩？係咪啊？總言之就係話你俾錢我，你唔好理我就得㗎啦。咁啊，即係好多尤其啦右派咧，其實如果你話睇大部分嘅大學嘅商學院啊，差唔多嗰啲教授差唔多絕大部分咧都係右派嘅。咁所以咧就其實冇可以咁唔可以話就係大學係一個即係左派基地，只不過咧又係同一樣嘢啦，就係我諗可能係一個activism 嘅方面，就係學生咧。比較傾左嘅學生咧，通常咧係比較喺政治上面會活躍一啲。咁喺大學咧，亦都會搞多啲唔同嘅動作啊，例如佢哋可能會搞示威啦，可能會搞一啲學生嘅運動啦。咁呢一啲嘢咧，就右派嘅學生咧，通常就會比較少做。咁但係唔代表咧就係冇做嘅。咁例如我自己間學校咧，其實係因為喺紅區啦，咁其實學校咧係有 College Republicans。即係有呢個學生嘅民主，即係共和黨學生咁傾右派，咁反而咧係冇 College Democrats 嘅。咁就係因為其實嗰個紅區嘅問題，咁呢度學生係親共和黨嘅係比較多少少咁樣，咁佢哋嗰個組織能力亦都比較高啲。咁其實喺某程度可以咁講。咁即係其實喺某程度上，所謂右派，例如 Donald Trump 呢批人，佢要撲熄大學嘅所謂自由派，其實只不過喺某程度上係一種藉口嚟嘅啫。因為如果你咁講嘅話，基本上我本身係右翼嘅，我入到大學，我出翻嚟都係一個右翼人士啊 and vice versa 啦。其實基本上我諗大部分情況其實都係咁樣，只不過咧就可能係因為右派嘅人可能佢出嚟電視辯論嘅時候，成日覺得好似俾左派攻擊咁樣，咁而嗰啲左派攻擊嘅又大部分都係學者，咁所以佢就覺得可能哇，點解咁鬼死多點解個個學者都係傾左啊？點解要咁樣攻擊啊？咁樣咁但係嗱，講真嗰句，你喺電視台睇嘅右派嘅評論員嗰啲其實有好多都係學者嚟嘅，亦都有好多咧，其實都係喺大學畢業嘅。你諗下，而家特朗普嘅團隊入邊，其實多數嘅右派嘅佢自己團隊入邊，個個都係大學生，個個都大學畢業，個個都係仲要唔止係大學畢業，仲要差唔多全部都係名校畢業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係可能只係一個藉口，就係覺得因為大學咧係一個宣揚言論自由嘅地方啦，咁可能就係有啲比較傾左嘅言論，佢哋就覺得不滿，但係亦都冇留意就係其實偏右嘅言論其實一樣有，只不過咧可能嗱呢個確實嘅問題就係可能傳媒咧係比較少啲報導，所以咧我哋未必聽得到就係咁多。Media bias 啊，會唔會係？可能係啦，亦都可能係因為咧比較傾左學生咧，佢哋所製造出嚟嘅活動啊，咁係比較容易搶眼球，因為佢哋似乎左派嘅學生咧，佢哋係比較識得利用傳媒去宣傳自己要做嘅嘢。咁佢哋嗰啲示威通常咧就係電視台影出嚟咧，都係可以比較容易上鏡，即係比較上咗電視咧係比較好睇咁樣啦，可能係。咁所以咧就會多啲人報導嚇。而右派咧好多時佢哋做嗰啲嘢咧就係可能會比較靜態少少啦。咁靜態你對於電視台嚟講，你影啲人坐喺度又冇乜聲出咁樣，咁
可能即係電視台都會話，新聞誒俾5秒你算啦咁樣，咁啊冇乜嘢，即係可能冇乜嘢好睇，所以你先即係可能會覺得係會比較少啲見得到咁樣。係嗱，咁啊，我想俾大家睇一幅圖啦。咁啊，話說都係阿 Charles send 過嚟嘅，不過其實就 based on 即係嚟自呢個 X 嘅。咁樣就有個即係佢引述，即係你哋嘅移民及邊境執法部，咁就出咗一個 X 嘅 post。咁啊，聽講後嚟咧就已經拉咗落嚟。我諗幾特別嘅一樣嘢就係話，if it crosses the US illegally, it's our job to stop it。嗱，stop 人、stop 錢、stop product 非法嘅正常啊，對於一個邊境嘅執法局嚟講，但下低寫住 ideas。嗱，咁呢個咧就有少少 juicy 啦，咁樣樣，即係邊境服務局海關可以阻止呢個 ideas 流入美國噶嘛？嗯哼，即係呢個就比較神奇咯。嚇，即係理論上，我諗其實正如你話齋，就係話大學都係讓唔同嘅 idea 互相對撞、互相辯論、互相衝突，真理越辯越明嘅啫。咁若果 idea 需要阻止嘅話，我感覺就有少少似係獨裁者會做嘅嘢咯。其實係咪啊？咁因為少少啦，係啦，少少啦，係啦。嚇，因為我諗大家中國響即係例如晚清去到民國嗰段時間都有好多唔同嘅外國嘅 idea 進入中國嚇，咁當然守舊嗰派就會可能會嗤之以鼻，但我相信中國應該都即使係一個帝制如此，都應該唔會阻止人去將 idea 係流入呢一個中國啦。咁但係呢度我就覺得即係有少少係即係咁樣講啊，有少少係即係有少少偏鋒啊，即係咁樣樣。有啲點樣嘅？其實 idea 點樣係俾佢唔避免，即係會唔準佢入境咧？呢樣嘢我其實都唔係好明嘅，因為呢一樣嘢比較虛無噶嘛，即係你唔係話真係即係你個 idea 係要寫到白紙黑字咁先至可以流入美國噶嘛，美國係有呢個 internet， 咁我哋係全球都睇到噶嘛，即係除非你就做到好似而家內地中國內地咁樣，或者好似香港咁樣 block 咗某啲 site 啊咁樣，咁於是有啲 idea 就冇咁容易入，即係除非你翻牆之外啦嚇，咁所以我就其實對於 idea 呢一樣嘢，我其實唔知佢想點嚇，即係可能 ICE 可能打算起一個防火牆係嘛？即係等啲外國嘅 idea 可以入唔到嚟。你知啦，我哋大家有 firewall 噶嘛，即係有嗰啲唔知咩 NordVPN 啊，我冇受呢啲贊助啊，純粹噏啲名啊 Surfshark 啊嗰啲咁嘅嘢啦嚇，即係可以等你翻牆出去睇唔同地方嘅一啲嘅節目啊 Netflix 而家都 check 到啦，actually by the way，即係咪要去到咁嘅地步先？即係可能係咪邊境執法局可能打算起防火牆？好似中國咁嗱，我唔知呢個 post 係邊個整㗎啦，咁可能亦都係佢哋一啲無需要經過審視嗰堆高官嗰堆政治任命嘅嚟 deputy 啊，或者以下嗰堆即係部長級以下嗰堆咁樣嘅僱員，咁嗰啲僱員咧就係基本上係阿川普入邊嗰啲即係忠實擁躉者。咁佢哋對行政冇經驗，所以佢哋覺得咧就出呢啲嘢咧就好正常嘅咁樣。咁跟住出咗，可能就俾上頭怪責啦，即係上邊可能有啲比較即係比較有些少經驗嘅人就話嗱，呢啲嘢就肯定死梗㗎，你唔可以出㗎咁樣。咁於是佢就要拉翻落嚟咁樣咯。即係可能係部分官員唔識諗，自己掟出嚟啫，即係唔係代表呢一堆政府任命，即係呢一堆唔需要經過國會任命嘅政治任命官員咧，其實係我覺得係而家造成呢個政府有啲混亂嘅最大嘅問題，因為呢一堆人咧就似乎係因為佢哋嗰個思想啦，佢哋嗰個政治取態而被召入，咁但係佢哋咧就似乎係即係完全冇行政經驗，佢只不過係用一個意識形態嘅方法，就認為咧佢可以咁樣去處理一個政府。
咁我哋都睇到過去呢幾個月咧，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政府問題咧，就係出咗，跟住好快又要收翻，咁然後再搞一輪咧，然後又再出，跟住又要再收翻，咁樣來來回回。就其實我覺得極有可能咧，就係呢一堆政治任命官員對政府嘅運作唔認識所致嘅。I see。咁好啦，咁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講咗大學裏面即係削減撥款啊，即係 idea 要 stop 向呢一個邊境啊，咁等等之類啦。咁喺第二節嘅時候咧，我諗我哋真係要入一入正題啦。就係點解咁講咧？因為嗱，我哋頭先一開始開宗明義就講到，我哋睇咗3篇文章，就將呢一個 Donald Trump 嘅主義同埋呢個毛澤東主義比較。咁我哋當然要問嘅問題就可能係毛澤東主義點 define 呢？咁然之後 Donald Trump 嘅主義係咪真係毛澤東主義，抑或其實係某些嘢相似，實際上本質上係完全唔同一回事呢？咁呢3篇文章對 Donald Trump 嘅呢個 assessment 其實係咪有偏頗呢？抑或其實係講得係正確呢？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同大家再傾過。